政府在东突厥散生产棉花，因使维吾尔人成为现代奴隶劳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中国政府正在迅速将维吾尔领土变成中国最大的养猪基地。根据彭博新闻社的一篇文章，东突厥散数十年来大规模的棉花种植严重破坏了农田的质量，并开始对棉纤维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由于最近国际上对东突厥散棉花产品的抵制浪潮，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将以前大面积的棉花用作大型养猪基地。来自该地区的棉花是最大的经济和盈利项目。北京一位名叫梅的官员说，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会将这些棉花种植地区改为其他作物，因此在这里养猪是最明智的解决方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对中国政府被控在东突厥散犯下反人类罪进行调查。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东突厥散地区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犯下各种危害人类罪行。中国领导人因为普遍且有系统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文化压迫等罪行负责。人权观察的报告认为，必须有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制裁应负责任者，推动问责并施压中国政府改变政策。这53页的报告题目是“断代断根：中国对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危害人类罪行”。报告引用最新获得的中国政府文件相关资讯、人权团体、媒体和学者研究，依据国际法框架对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的行为作出评估。土耳其民族主义党议员乌里塞·克拉乌泽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全体会议上谈到了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处境。克拉乌泽先生说，由于中国对东突厥散穆斯林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态度，清真寺、神职人员、宗教出版物和活动正在成为中国政府的打击目标。东突厥散的带有土耳其文化特色的历史建筑被一一烧毁。维吾尔族人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学和民族特征正在被消灭。我们以半个世纪的历史为理想说，无论哪里有突厥人，我们都将以我们的全部生存、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祈祷而站在这里。东突厥散是我们的正当斗争，被奴役的突厥人是我们流血的伤口。东突厥散万岁，我们维吾尔兄弟万岁。另一方面，未来党领袖达乌提欧卢批评土耳其政府对中国的破坏行为保持沉默。他说，埃尔多安总统对世界上最被压迫的人民针对东突厥散人民的破坏保持沉默，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的污点。土耳其政府对东突厥散问题的态度令人尴尬。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将军说，中国正在通过其债务陷阱对非洲构成重大威胁。然而，中央司令部司令强调，中国计划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在非洲吉布地设有海外基地，该基地位于红海及亚丁湾交汇处，也让中国在此处影响力不断扩增。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周二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透露，中国位于吉布地的海军基地近期有一座新码头完工，足以容纳一艘航空母舰。唐僧强调，中国势力几乎遍及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他们投注了很多心力和资金，也建立了很多关键的基础设施。他强调说，真正让他担心的是，中国一直在关注非洲情报界。他说，非洲国家知道中国在做什么，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并认为我们可以处理这些债务。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为他们提供帮助。美国与俄罗斯近来紧张升高，莫斯科当局建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苏利文暂时离境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昨天表示，苏利文将返国述职。美国驻莫斯科使节团发表声明说，大使苏利文本周将返美述职。声明引述苏利文表示，我认为本人在华府与总统拜登执政团队的新同僚直接讨论当前美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状况至关重要。
苏利文宣布反美述职的时机正值美俄因一连串龌龊而紧张升高时，包括华府指控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美国日前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周五宣称禁止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入境俄罗斯。另外，俄罗斯要求10名美国官员离境，以报复美国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